后来最近网络有咧传一个消息，讲桃园中立有2个人得到公牛症来死亡，一个60岁，一个是少年的。佮讲因拢真爱食这个夜市啊，甲细间餐馆的牛肉，结果是害一大堆的民众惊到唔敢过来食牛肉。乡亲啊，这是假消息啦！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牛排真敢咧比，叫这个纯纯的香味，互人真想要食。不过最近伫奶顶面有传这个消息，互人讲到牛就会惊。一开始就写讲，中立有2个小牛病死的，一个60岁，一个少年人，拢真爱食夜市啊，甲小餐厅的牛肉。医生讲是食到有病毒的牛肉。消息封锁，下骹佫有人写讲，骗我的亲戚嘛，因为小牛病死。这个消息内容有简体字。充满疑点，阮就问疾管署，即是讲这拢是假消息。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曾经在英国留学回国的台湾人出现一些步态不稳这些症状，那经过诊断后，高度怀疑是狂牛症，这也是我们国内唯一的一个狂牛症的病例。那这名病例他也不住在中立，所以其实我们最近后来的9年都没有再出现过狂牛病的病患。小牛病又叫做牛脑海绵状的病变，是由变成的蛋白所引起的。牛之所以会得到这款病，是因为食到有病原体肉骨粉。得到小牛病牛会出现后脚无力、神经错乱、痴呆的症头。人类若食到高风险特定的部位，才有可能会得病，叫新型库贾氏症。牛肉大部分不存在，没有这样的一个病原。它的病原都存在在什么？它的神经系统，像脑啦、脊髓啦，还有淋巴系统里面。人呢，在15岁以下吃到了这个狂牛病的这个病原，它的敏感性最高。换句话说，它的发病率最高。如果出现这种快速性的记忆丧失然后或者是有步态不稳或者是说有视觉或者是运动这方面的失调的话，是有可能需要去怀疑到这个疾病。为1986年发现小牛病以来，全世界为着新型库贾氏症死亡的有228个人，其中英国占178个人。最近几年来，因为为着病的人愈来愈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嘛放宽对小牛病限制，提醒乡亲只要莫食特定的部位，就使放心食牛肉。